前一阵仔，台北宝林地震的事件，地属新竹客家庄出名的粿仔条生意是变甲真歹。当地业者讲，代志发生到今已经要2个月啊。虽然人客有豆豆转来，不过和过去比起来，同款是跋几若城去啊。最近佫传讲客委会想要甲新埔粿仔条这活动刷去竹北来举办，引起在地抗议。煮好的粿仔条，佮加上香港的油葱，看起来真好食。新竹县客家庄真出名的粿仔条，之前受宝林事件影响，拢无人客来食。到当生理同款是落几啊成。现在慢慢在恢复了，我觉得是对我们有影响，涨了80%。刚开始有影响蛮大的，现在有比较好一点。新竹县长杨文科中昼特别来到新埔食粿仔条，要来帮业者赞声。你一定要加油打气啊！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，慢慢的我们怎么样来争取商机？第二个要听取他们的心声，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政府来帮忙的？哈。不过最近却传出客家委员会想要甲1年1摆原本补助新埔的粿仔条节活动，刷去竹北举办。在地业者一听到消息，拢讲感觉无适合，嘛惊生意受影响。新埔的板条为什么要移去竹北办呢？对啊，而且我们新埔办也是 OK 的呀。我觉得很奇怪哦。对啊，很奇怪。因为新埔是板条，那移到竹北去，客人都移到竹北，那新埔的店家会不会有受影响？以新埔镇来讲，它就有100多家的这个板条店，怎么样来举办这个板条的一个美食节，让大家更对我们新竹县的美食更有印象。业者指出，受宝林事件影响，原本的生意就比过去歹真侪，而且粿仔条自过去就是新埔的名产，希望中央听到地方的声音。记者陈文和新竹报道。